观光业者分品国际对外宣布，对9月份开始，因要试办1礼拜休3天。因会伫日月潭分品温泉酒店先试办。业者表示，希望要互员工有更较侪福利。旅游业者认为讲，真欢喜看到企业带头来示范，也搁欠人这个问题，因嘛是建议政府希望会当开放移工。国务院详细整理房经委这所在，伫日月潭的分品饭店加做观光业第经实施1礼拜休3天饭店，也是国内服务业的创举。新制9月已经上路，若无法度1礼拜休3天的部门，会得到另外加班薪水补贴。业者希望提供互利员工的员工提供更加好的服务品质。审慎来评估说，这整件事情对内部员工的反应，对于招募人才的这个效果，好，以及最重要的是说，客人在这个服务满意度上面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的事情而变好或者变坏？业者强调，新制度伫服务品质无太侪的前提之下进行，半年了后，根据员工甲客户反应，评估是毋是继续，也望比别人更加好待遇，引起更加侪人才加入。观光学者分析，疫情了后，观光业的人才向全球化发展，台湾观光产业毋但欠人，要日本饭店来台湾学管理人才。1礼拜休3天，有机会捞出人才，不过也面临管理的挑战。对新世代的一些年轻人，在投入观光产业来讲，会是一个诱因，因为这个政策要吸引更多的人力之间是否能够达到平衡，我认为是一个挑战。旅业认为，旅游业的欠人问题可能需要更加侪人力来源才能解决，也是希望政府应部分开放移工。外籍移工是大家比较就是产业的新生，大家比较想要尽快能够开放。劳动部8月2日开始开放专科副学士以上学位毕业交学生，受相关训练了应做部分旅宿业。不过交学生意愿甲实际投资人数爱国观察，业者希望政府应将开放移工甲交学生流向脱钩，各方面来解决欠人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